道我是谁？小姐，公司规定没有预约不能上楼。您这样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孕妇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董事长好。董事长，奶奶。奶奶，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信不信由你。反正我肚子里怀的是你们顾家的骨肉。你和西城的事儿，我早有耳闻。西城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的孙子我了解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孩子。但是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他会和你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不过我敢肯定的是，肯定不会是他主动在先的。奶奶，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样说对我太不公平了。我别叫我奶奶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好了，你也不需要再装了。之前你对西城的心思我清楚得很。当时西城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上你的，你没那个机会。我这次从国外回来，不是想追究问题，而是想解决问题的。解决问题？对呀。你是想让我打掉这个孩子？这可是条生命，是你们顾家的骨肉。如果你怀的真是我们顾家的骨肉，那我肯定会要你这肚子里的孩子的。西城那儿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让他承认你的。但是，如果一旦让我知道不是，那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这个您就放心吧，我肚子里怀的就是顾西城的孩子。